再来看交通部增加货运业者相关的工会开会讨论，因针对新的交通违规的记点制度的看法。货运业者是认为讲，要伫市区落货根本拢无通停车。交通部嘛表示讲，会要求各县市要画一定比例黄线，嘛强调讲现阶段违规停车会照常开单，也毋过先暂停记点。 伫淡水中山路规条路拢是画红线，货车司机违规停伫咧红线，物件摕咧冲入去市场内面，结果走出来开车。交通部伫初一个楼家货运业相关工会开会，业者反映讲车位无够，常常违停。6月底记点新制度实施了，常常被记点真紧就被吊扣一脚，无法度做事。配套做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计点，但是罚款还是持续，每100到150公尺要设4% 的这个临停区哈。如果在这个还没有设定以前，可能我有一个这个暂停计点的这个方案。交通部已经发函给22县市，要求为一定比例黄线，年底进前要完成。在此进前计划暂缓违停记点。这礼拜跟警政署跨部会讨论，会最近公布内容。没有比较好，没有比较好，怎么说？这样他没有写我停车格，你也因为这样子就被调的。 有很多，被调怎么办？啊，没办法，不然怎么办？公司在想办法处理啊。可是还是一样开单啊。我是觉得多做一些卸货区比较合理吧，对呀、对呀、没地方，这根本就没办法停啊。违停记点可能暂缓实施，也引起讨论。有民众担心是不是违停会大幅度增加？交通部强调，主要是考虑职业驾驶的生活，不过违规停车罚单也是照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